请讲师慈悲，显大一躬，坤大一躬，请坐下。这里咱老师叫咱顾问今日有今日各位组长在座各位全省大的下午好。各位下午好。真欢喜今日呢佫是咱伫县城大家咱同住一等。在这个重要的道场呢，再度来用这前面，这是讲天温作业，咱师尊师母两位交代的太平录音，加上咱老前辈，那么的这个五代医生，咱医术大家都先的，那么的这个引会，加上咱现在周建林。以及各位点老师呢，这个主题好心的来安排，互咱有这个机会，大家当共聚一堂的，大家当来共参与这个胜利，会使讲是感谢了天恩师爷。当然，咱今日修行学道，当然有咱的功课。那么功课除了学习以之外，不过就是推动道路。咱讲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几回修呢，爱用一天的精所以讲，以修行来讲起来，绝对不是讲咱已经食菜已经达到了这个修道的目标，就是素食。其实素食只有一家拄好进修道的开始，师尊师母树立门墙之话开始而已。所以讲呢，咱袂当讲有参考就好啦。那么互我来靠咱这个师尊呢讲一句话，当然咱已经参考，甚至年纪佫较济咧，绝对毋是食饱咱成道。咱必定爱真够了着咱每一个人会当所做所行，会当做的范围咧，那么咱一定爱精进了着这个家己。那么伫修道的道路上呢，不断爱精进。今仔日呢，讲师呢，嘛会使讲甲咱讲甲非常的这个详细。当然呢，咱必须了着明书一指。咱知影讲自身当中有了着一尊的自性分。那么咱已经知影，但毋过咱必定爱了解要安怎如何家己会当亲近了解自身的这个自性分。安尼呢，咱才会当理解，才会当真正的甲到了解这个知义之相。比着佛法呢，初入道的时阵，佛法你嘛感觉讲得着道，那么咱的点老师前辈者讲咱已经得道啦。那么得道，伊会早讲师所讲的，那么呢，虽然是得道，是有所定咱敢有感觉讲求着道了后，身躯加一项物件，敢有感觉较重，敢有无啦因为咱本身就一定是苦因，所以讲呢，伫咱讲道因缘无共，现在是先得无修的证明呢。虽然是讲得道，伊必然一定会当真正悟道，伊必然会当真正体会。所以讲呢，嘛着爱依着咱真言点的书呢，慈悲呢，伫咱圣堂。或者是讲伫咱地方，那么所编排的课程，依据
外，当然是爱去看咱安怎爱去自省。那么为啥爱学习？因为咱爱真正，咱已经真正有一个自信分。那安尼咧，咱伫修行学道，咱才会有长力。咱才会当坚持到底，全力以赴。因为修行学道，凡事拢必定爱是有始有终啦。尤其是今仔日咧，佮牵涉了着咱个人的这个生死，人讲世人的生死事代，所以咱袂当无彻底性去了解，袂当无彻底性对于了着修行学道这条路，袂知要安怎去下功夫。人讲功夫，下到哪里，成就到哪里。就是讲功夫用到对，就一定会成就到对一个。所以讲咧，伫修道这条路，除了真正着家己袂知以之外，那不过伫外后来讲起，嘛就是咱建功立业一个足好的机会。咱来甲想，无有了道场，互咱建功立业，咱要安怎消灾解厄？无有互咱了解的机会，咱要安怎会当消灾解厄？所以讲道场，咱袂当无道场，咱袂当讲有啊。我虽然要来道场，毋过咧，我伫厝咱真少年，有咱出关心道场咧，咱个人前提，敢是安尼？敢是毋是啦？虽然修道毋是伫道场，若讲修道拢总伫爱道场修，安尼可能咧修嘛有限啦。因为咱来拢会当展现一个修道的君子，但是咱转去了后，是毋是共款是安尼？那伊佛法的佛法有即个困难啊，所以我有咱亲身体会老师所讲的三不地。所以讲咧，咱道场就是咱幸福有缘的机会，嘛才会当来建功立业啊。所以讲咧，咱伫修行学道，毋是讲咱伊做事先靠就好啊，咱一定来不管，若讲机会咧，互准备好的人嘛。咱一定爱把握即个机会，有机会，咱就爱好好把握。亲像咱拄仔咧，即个镇长师所讲的，咱必定就爱伫修行学道圣环经营的当中，咱要来去出现。即嘛是咱爱去学习的。咱若无去学习，有可能咧真容易，就会去互消失去。那当然咧。伫修行学道，咱知影，咱一定爱第一是为了着咱个人的生死。讲以前人讲是安尼，咱修行是为了啥？伊是讲起是为了着学义，绝对毋是为了着前辈者。所以讲咧，咱伫咧修行学道，咱毋通想讲咱的功修有不足。功修有不足，确实情讲，我伫修道的道路上有足侪的发生，有足侪的发生，毋是道唔好，是我个人所流露出来唔好。伫即个所在，咱可能该记起即件代志，即件代志，咱一定该记起。也是讲伫修道，我的唔对，毋是道的唔好。是个人的原因，毋通讲听迄无路用啊！你要看啥物人，遐个讲道理，你做到啥物？你甲看觅，听啊济，毋是小声，大妈无爱来听道理。咱过以前是敢袂当安尼？敢袂当？袂当嘛咱袂使想讲咱的功修真对者。那么道理较高讲，修道修遮久听的拢袂听，你甲看就是讲问题一大堆。安尼我嘛有听，过以前敢袂使呢？袂使
因为咱修行道，事实是讲个人修个人的，咱会记即句话，所以讲咧，有咱互咱学习的机会、了解的机会咧，当然咱一定爱不断，爱去争取，爱去把握，这才是咱真正建功立业的机会，袂使因受到任何的即个考验，所以讲咧，讲师嘛讲嘛，爱所依为义行，咱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做是咱该做的，内修外学，那么变咱所依为义行，富贵因何富贵，贫贱因何贫贱，医德因何医德，患难因何患难，讲师讲法是清楚。只要咱会当所依为安尼去做，而咱到最终，咱绝对有所成就。袂使受到任何影响，而来停止着咱对道的这个信仰，来停止着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安尼到最终咧，拢是家己的损失啦。因为后壁这时间咧，是这个心得的回想甲讨论。那么甲这个时间咧，留互咱各位前人大家，甲咱今日所得的，所听到的这些心得咧，会当来分享，互咱各位前人大家，互咱大家咧更加有这个信心，而且咧信受咱各位先生。